北地列馬今季3歲在葉楚航馬房評分由52上調至63，上將於跑馬地5班1000米落敗後，今仗增程5班1200米，改配周俊樂負132磅出戰。該區於4檔出閘起步後順利移入貼欄馬群領頭位置，以偏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，在最後200米仍一度領先群區一個身位，最後在好地至快地時間1.09分55及末段23.57力抗跑得好快和的愛好第一名過終點，在全晚偏快步速下，該場以快標準時間快4.5線，比同晚3班賽事慢1線完成，比其餘兩組4班1200米快3線。這情況下，此區已有如此表現頗為出色。賽後並無報告表示，但可留意另一匹的愛好被查詢時，報文表示他獲指示讓座騎自內檔出閘後盡可能佔取略為靠前的位置。他說座騎出閘笨拙，觸碰閘箱右側，因而居於較賽前部署稍後的位置。被查詢有關他在直路上的騎法時，報文表示第3次上陣的座騎未能適應在馬匹之間競跑，他因而不願讓座騎在北地列馬與納德金之間強行推進。他說當他觀察到北地列馬於接近200米處時向外移離內欄時，他曾考慮讓座騎推進至北地列馬內側，因為座騎當時已向着內欄移入。他說北地列馬未有給予座騎足夠空間以讓座騎推進至其內側，他因而需停止鞭策，並於趨近50米處時將座騎移至北地列馬外側，以確保座騎於末段望空。根據上述情況，此匹3歲澳洲馬今季開始見成熟。北地列馬雖然質素未必太高，但相信升班後仍有力取得頭馬，仍需留意。得好快，第3名的愛好，第4名呢納德金。翻嚟1200就都兜咗2鋪啊，翻嚟今次贏啦。臨尾